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，这是高雄市新当选的议员张博洋，昨是第一届来质询到市长陈其迈，伊质询到一半，雄雄接到议长的纸条啊，面顶写讲话请较慢一点啊。张博洋则指教着讲，家己讲话讲伤紧哦，阁有人甲滚生笑，讲若派伊甲徐卡心来辩论，一定会赢。我觉得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应该可以更积极的去进行整个通盘的规划。台湾基进高雄市新区议员张博洋头一遍的质询，准备真侪资料，这话门一拍开。我们可以在防疫超前部署，我们可以在疫苗施打超前部署。我想，我们高雄市政府当然也可以在防灾手册上来做出超前部署。这技术真正不是讲算笑，为全民防灾的手册，到掠掉几路人第一个拍名声。张博洋嘴嘴真好，亲像免话开，一声议长空入城市，听袂落咯。他就指示我们议会的同仁赶快拿一张纸条走到我的面前，那上面就写着说，请讲慢一点，谢谢这样子。空入城写一张讲话车较慢的字条啊，请技术组的人员去上台提醒张博洋。伊看到了后，马上比一个 OK 手势。随后，张博洋把这个过程抛上网络，网友笑甲变过，回应讲：手机老师心内咧想，今仔日的议程有张博洋，我就免做啊。阁有人讲派你和徐卡心辩论，你一定赢。嘛有人问讲，你敢是要和东方来比讲话速度1、2、3，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3秒。其实，这个政坛讲话速度真出名的，阁有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珠，将这段内容请张博洋挑战一下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可能在突然换到质询的场合的时候，有点转变不及哦，所以就把政论节目上面的语速带到了这个议场当中。张博洋讲，因为较接近政论的节目，讲话若伤激动，语速对变紧，一时间改袂过来，实在歹势，后悔会注意啦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